想象一下，一個超越你大門界限嘅家，由蒙特梭利啟發嘅兒童俱樂部，到天台綠洲喺 The Unionville 探索等緊你嘅全面生活方式。歡迎返嚟我哋對 The Unionville 嘅探索。我哋已經遊覽過富有遠見嘅建築，並走入咗精緻嘅住宅內部。今日我哋會揭示呢個地標嘅另一個維度，就係全面嘅配套設施。呢啲唔單止係額外嘅增添，佢哋係經過精心策劃嘅家居延伸，旨在豐富你生活嘅方方面面。佢哋 Unionville， 我哋明白真正嘅幸福唔只係漂亮嘅室內設計，而係要擁有能夠激發靈感、煥發活力同建立聯繫嘅空間。你嘅體驗由宏偉喺大堂開始，嗰度有24小時全天候禮賓服務，致力滿足你嘅每個需求。對於家庭嚟講， STEAM 兒童俱樂部提供咗一個受蒙特梭利啟發嘅環境，佢專屬嘅遊戲同學習區培養創意同創新。呢種便利程度確保喺家庭中嘅每個成員都得到照顧。對於要兼顧工作同生活嘅人， Aspire Workspace 提供咗一個現代且迷人嘅家居延伸，離你門口幾步之遙就有專屬嘅商務空間。到咗放鬆嘅時候，避風港同遊戲室提供由桌球、麻雀到最新遊戲機嘅一切。對於有藝術天賦嘅人，我哋經過聲學設計嘅音樂工作室提供咗個寧靜、光線充足嘅空間，可以用嚟練習或私人授課。呢啲係精心設計嘅環境，既能促進個人成長，又能加強社交聯繫。我哋對健康生活方式嘅承諾喺森美健身房同瑜伽室得到進一步體現。你可以喺專為巔峰表現而設計嘅空間入邊，跟隨私人教練尋找平衡。高爾夫愛好者可以喺 Tea Time 虛擬高爾夫室全年磨練球技，嗰度配備咗尖端嘅模擬器同舒適嘅休息室座位。至於更大型嘅聚會， High Point 俱樂部提供咗一個迷人嘅室內外派對走廊，環繞式嘅窗戶將你同周圍嘅美景無縫連接。最後，天台露台係終極嘅聚會場所，設有廚師級嘅燒烤站同高架花園，同時仲可以欣賞到自然保護區嘅絕佳美景。The Unionville 嘅配套設施證明嘅一種能夠深刻感受到奢華嘅生活方式，邀請你更充實嘅生活，並同周圍嘅世界建立更深層次嘅聯繫。我哋嘅旅程仲喺度繼續，請喺下一段影片入邊加入我哋，一齊探索獨特嘅100英畝自然保護區，或者如果你想重溫最初嘅願景，請觀看我哋嘅第一段影片《The Visionary》。睇下一條片。